竟然推荐小红伞了、有些人都认为小红伞不够强啊，没有比特换得。看留言啊，看留言你看也有讲错的地方。Windows 自带的杀毒软件，那是防火墙啊，不是杀毒软件啊。他介绍德国出版的小红伞，小红伞啊、卡巴斯基啊都有用过，到后来都要移除，很麻烦啊。也有，这里也提到那个少用免费办的杀毒软件。你看小红伞也会造成那个电脑变慢呢。你装了这个杀毒软件，然后不满意又要安装新的，结果旧的移除不掉，这样就都很麻烦了。你看，连要移除掉卡巴斯基都还要专业的程序。你看，小红伞还拖慢。